嘉义民雄的金兴社区边仔就是旧条溪，有民众发现这溪保持愈来愈大片，甚至会影响到排水。而且旧年做风台，甲肉粽角冲去到排水口，居民就向议员申请，希望会当增加抽水设备，避免落雨时做大水。民众在旧年凯美风台翕的相片，说明迄当阵咧要饮水的状况。嘉义县民雄的金兴社区伫旧年凯美风台过了后，有发现讲抽水机无够的问题，所以居民向议员来申请，希望会当增加大型的抽水设施。旧年的做风台的时阵，已经就是抽袂离啊，所以我就讲建议讲，伫咱的抽水站，起码现地的抽水站做一个大型的抽水站。有这座大型抽水机呢，就解决掉咱头壳开的排水，做成员这个地方的一个水患。民雄乡的金兴社区第4卡街，社区边仔除了有旧条溪，阁是区域排水的出口，所以若是排水上班，水拢会引入来社区内底。除了排水的设施，嘛伫旧条溪发现讲肉粽角挡伫出水口，民众希望趁风台也未来，相关单位会当赶紧处理。河川跟区排不一样，河川的断面比较大。它比较有高滩地的问题，要先去做相关的用地征收，然后发价完土地移转之后，才办法去做后续的工程发包。所以说，肉粽卡会随着台风，那个河川局这个所谓高涨之后，肉粽卡会跑掉啊，就是需要再做后续的定位的动作。这个单位的所在就是讲，唔知做一工啊，太阳花，唔知做一搭内底有叫透空去啊，吼，太阳花放年啊，水搁入来，入来伊就是搁较易熬。嘉义县政府水利处表示，目前金兴社区有一个4.2公顷的地方池，甲配合2台抽水机，会当抽大约5吨的水，会阁向中央争取补助来增加沙乱嘛清除区域排水沟仔内底的食物，希望赶伫风台来进前减少在地民众的烦恼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